喺紅塵裏面，佢燃燒過、受傷過，亦都領悟過。2019年，佢再度化火為星，為被傷害嘅人講話。嗰個唔係反抗，嗰個係佢命中丙火最後正義嘅光。如今，佢靜靜咁躺臥喺無常之間，生死徘徊。如果佢嘅命係一條河，咁佢已經流入咗深海。若果佢嘅心係火，佢仍然喺度暗中咁燃燒。火不滅，自轉其形。願佢以音聲導眾，願佢成為無量嘅慈悲。正如佢一生所唱，我仍然喺度顯現星光下，送畀關淑怡，祝佢一切安好。我預備咗一個祈禱文嘅，如果你有興趣，歡迎你都加入，點個蠟燭為佢祈禱，祝願佢一切安好，能夠渡過難關。今晚到呢度為止啦，拜拜。試下 wave，拜拜先。